大家好，歡迎再次嚟到阿邦心中的 Top 10 Stand-up Comedians。上集啦，我哋講到國內電視業2000年後咧，迎嚟咗快速嘅起飛期。咁冇錯啦，當時有好多知名節目都喺呢個時間度出台啦，包括04年湖南衛視嘅超級女聲，06年東方衛視嘅武林大會，同年湖南衛視推出嘅天天向上，當然仲有10年由江蘇衛視推出嘅非誠勿擾。呢個至今都係阿邦我最中意嘅國內電視綜藝節目，所以呢，今晚80後脫口秀喺12年嘅出現呢，並唔係毫無預兆，亦可話係整個國內電視產業經過一番努力積累之後呢，再配上天時地利人和嘅產物。咁今晚80後脫口秀啦推出之後啦，隨即爆紅啦，佢嘅爆紅啦，亦證明咗 stand up 喺我哋中國係冇水土不服。黃智健本身亦都好本事，一星期一集咁將呢個節目做咗5年。咁網上有人做過統計啦，以呢個節目一星期一集啦，一集45分鐘，共計151集咁計啊。黃智健呢5年就一共講咗7000分鐘脫口秀，將近咁嘅工作強度，成日都死啦。終於黃智健喺17年同電視台講：我好攰啦，我唔撈啦。然後咧，佢同子華神一樣啦，轉咗去做演員。咁再講下黃智健嘅演出風格啦，我會話佢係道出咗當時30幾歲大城市小男人嘅生活共鳴。例如佢會講職場打工人嘅辛酸啦，又會講怕老婆嘅日常。不過最令我印象深刻嘅咧，就一定係佢嗰種公子哥兒嘅外形。喺台上咧，佢永遠都着住西裝，唔老土，夠有型。相比起當時咧，仲係着住長衫嘅相聲演員咧，黃智健自然係更容易打入年輕人嘅圈子啊！咁所謂英雄做時勢，時勢做英雄啦。黃智健嘅成功無疑係受惠於當時嘅時代風口，但係佢能夠站穩陣腳，亦證明佢係有真材實料嘅。今日睇返黃智健，絕對稱得上係國內 stand up 界承先啟後、繼往開來嘅標誌性人物。